呢日咧，我同幾個朋友咧去到京都站對面一間專食和牛放題嘅餐廳食飯，因為大家都唔係太肚餓，所以只係叫咗兩個餐。呢度嘅食材咧非常之新鮮，同埋咧提供咗4種嘅和牛選擇，啲普通嘅和牛，咁就係神戶和牛啦，同埋黑毛和牛嘅。睇啲雪花幾靚，哇！嚟返個大合照先。好啦，食和牛嘅方法好簡單，只係放入去數幾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啦，佢即刻出嚟啦。然後沾下啲醬，啲醬好好味嘅。美味しい。